玩具知多少，餘下時換玩具，能帶給我們不少樂趣和益處。我們選擇玩具時，應該考慮自己的喜好、年齡，以及玩具的價錢和安全性等。換玩具前，我們要先看安全指引。有些玩具用乾電池操作，乾電池有不同的種類，我們要把合適的電池正確地放進玩具裏，再按指示操作。換玩具時，我們要注意安全，也要愛惜玩具。此外，我們不要沉迷換玩具，以免影響學習和健康。